喂，各位村民，大家平安。伊拉等下我马布拉，布拉有注意报告。Cuma aku kirimu aja kamuku ribata gidanga susah habis azwa YouTube sa ikenjia za kamuku bulayo 阿妈，是买诺森。是吗？就该要哎，真的哦，感谢恩。喂，20的麦呀。好，那我们要先转场哦。好，就是要1、2、3，然后民都这样。对。好，来1、2、3。来，给他酒。马上。各位马布亚，你有上过教会吗？弟兄姊妹们到了教会以后，2个小时发生了哪些事？哦，真的是蛮好奇的。主持人卡刀，我们邀请到了阿麦萨基努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来介绍自己。Hai, jama-jama, Puliat di Sakinwaan, masih laluran, pasal Katsedas Paiwan。首先呢，请阿麦萨基努看一下我这个打扮有没有很适合上教会。会，那是jaja para Jazakallah Janus 的地步。哦，那八成正，那叫Saokannya jangan pagayu。即使我没有上过教会，但是我很好奇，教会里面到底都做些什么事情。这个教会当然最主要就是被呼召，或者是说，有那个渴望，很想要去认识耶稣的人。那我们会聚会的地方。那我们会怎么说？你是基督徒吗？有这个主语吗？哦，有啊，信家孙。信家孙就是你是基督徒吗？你是基督徒嘛？这样。哦，所以我信家恩，我不是就是。那个信家恩，信家就是日语。借词就直接讲说信者，信家。我们讲说神职人员就有2种啊，一种是牧师，然后一种是传道师。教会里面呢还有几个干部，那个叫做长老，一个是执事，啊，我们讲说丘罗跟喜出吉，这个是我们长老教会的组织。哦，所以如果他是别的教派的，又另外就不一样了。就是我有听过说上教会的人有一些不吃猪肉，或者说有壳类的海鲜没有办法碰。那所以长老教也是一种，还是那是谁？那是其他的教派啊。长老教会比较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限制。除了各人maka QK那kita teman-teman QK 不一样的教派。cara Izwaza nama teman-teman ya isi-isuan yang maju tak keputanan. 比如说dia menacu QK kan si kakaceng. Asaka azuma QK namanya taza ansukuni taza ansizi 会拜。dia maju ini kan maka dia teman tak wujud。不能安息日不能吃猪肉。对，然后ini kan maka dia teman uta taza kinalataran amarga teman-teman i Java。namanya taza gang ayah，或者是波长ayah，瞎子。对，他们就忌讳这些东西。了解。那如果提到说像求丢改这样子的教派的话，通常上教会做礼拜的时间容易的。对，azannya si lihayana jikampai limitata isukan ataza nicho sebenarnya menaisang tatsimas。说因为让大家盖那次嘛，就毛七个大概那次嘛，紧紧，来说麻烦那里啊，大家那修改。谢谢阿妈帮我们这么详细的把跟两讲他们的修改。那我们要复习一下今天的重点：基督徒、信教、教会、修改、祷告、努力、赞美、什么难、习惯。那今天我准备了这些这么多的嘎嘎们呢，影片的最后，那个阿妈伊萨基努可以教我们一段简单的主语祷告，适合我们这种祷告新手。如果有一天呢，我相信了上帝，那我是不是每天都要用得到？好，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印度利亚们那个嘛西巴肉就是从心里面，嘛都说印度里，就是跟着我一起祷告说，弟孙啊，你干嘛以家里爸爸。开始喽！我马六。
Di suna nia kama i jadi vavau masalu tua so sini pagau jana mena uli nia kincengelian tu si papupi curu tua nia kina cavan a inuli ki kaung nia sini jarungan dan janusun di Yesus Kristo Amin. Maka tiang aja teman. 如果是早餐的话，三餐都可以把它换那个一些词。好，那早餐叫做午餐，晚餐，比如说我们有一些 tea time。tea time 的话就是就是那个慢，对，要吃东西了嘛。今晚上就说阿姆古可以怎么做？好，阿林基古，阿板，怎么在一个？我要给你生来木暖，吃玛莎，把这包老老，要不然不来哟。